虽然这个世间吼烂的查甫人足济，不过查甫人的胸坎，就想就讲袂出来温暖。尤其是这个冬天，迄个暖气是无共款。我都唔惊寒是安怎？啊，恁嘛放较尊重的好无？我无谈过恋爱，搁安怎？啊，我都母胎单身啊。搁再讲吼，我嘛是有介意过人。红姐无算，恁哪会知影？我有目睭。杨世美介意过洪志安，啊，拢几档啊？会当讲啊？啊，无真正要甲早去棺材内底藏哦。我、你、小美，那迄时阵三个人拢在爱洪志安。啊，毋过最后洪志安选弟弟。你敢知影高中迄个时阵，全校偌济查某会嫉妒你？啊，毋过因为是你，所以我不要紧。哎呀，我甲小美哦，真正足欣赏你的。迄是你呢？我甲你无共款。迄阵吼，我真正最想要甲电死啊！电死啦！哎呦，洪志安偌久以前的代志啊啦，我连我两个做伙我袂记。啊，所以蔡德新你嘛足紧的都袂记啊。好的查甫人会阁出现，咱拢有需要。就来，加酒。啊，来。毋过吼，真正是想无的，咱三个是，咱是去卡着啥物啊？安尼到即摆拢是一个人啊？我身边做侪奇奇怪怪的人拢有伴呢，啊，咱哪会安尼啊？毋过吼，头先讲到洪志安，唔知伊即摆是毋是一个人？我想起来，我顶个月伫杂志有看到伊访问诶，耶！我有买有伊的访问。 2本。哦，哇，即摆这有名哦！啊，花艺，哦，啊是桂林啊，啊真正有人安尼对少年好甲即马呢。以前我有请伊来上我节目的，啊，毋过去放风奖3届。人有查某囝啦，用到美满啦，干掉，免看啦。无水鬼。来，我来服务。蛋雕。你真正单调？啊无咧。有人伫个无？嘿，你好，要 QK 还是要过暝？我要住1个月。 1个月哦，按小等者。礼拜暗时8点，拜六礼拜都伫公司台语台。